大家好，咁我哋咧試一個新環節叫1分鐘說文解字。咁咧就有啲字咧喺課文經常出現嘅，咁我哋咧希望通過學習咧能夠理解佢嘅意思。今日第一個講嘅咧就係奴啦。奴字咧根據肉篇所講咧就係最下馬，即係能力最低劣嘅馬。今日嚟講即係啲低班馬咁解啊。好啦，咁而喺出師表諸葛亮嘅出師表裏邊咧，有句說話咧就叫樹竭勞頓。勞頓咧，人話哎呀頭腦咧好遲鈍，缺乏想像力。概括嚟講，即係自謙話自己能力不足咁解。嗱，咁我哋咧喺 DSE 課文裏邊咧，廉頗藺相如列傳裏邊咧，又都有個相如藺相如雖然衰奴，即係話咧，藺相如話自己雖然財力淺，但唔通淨係驚廉頗將軍咩？咁你見到呢個字咧，經常出現嘅喎，所以一定要多啲留心啊！咁啊，孫子裏邊咧又講到啦，奴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就算隻馬能力低，只要努力咧，走10天就一定到一度可以講得上一啲嘅良馬噶啦。比如我哋咧，就算資質低，努力學習一樣追上資質高嘅人噶。咁咧，所以西方咧有本書咧叫刻意練習咧，正正提到咧，當你後天努力咧就會成功啦。最後啦，大家要記住，no 雖然係一個嘅劣馬，但係只要你努力咧，一樣會成功嘅。最叻嘅例子就係曾國藩啦，希望大家能夠咧提升大家努力向上。多謝大家。